确定的哪一期啊？那我们就直接就准备上课哦。那我一样还是做一个起头哦，就是嗯，我一样是那个态度啦，就是我要分享这个我们族语经过几位老师跟齐老他们所合作，然后努力的去归纳的这个教材哦，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那如果说有一些争论的话，其实应该是不会有争论了，因为这些耆老还有比较专业的老师，他们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们就以我的态度，我会秉持的相信这个教材所提供的资讯来学习这样子哈。那我的部分的话，我只提供说我们在练习例句的时候，就是你所提供的这个练习，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提出我的想法，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上课哈。我们上一次好像有讲到这个哈，不过好像我们上到一半，好像没有完整的去练习到哈这个祈使句。那我再说一下哈，看前面，我们接下来练习的那个句型都是这个名词句型，也就是说，这个名词放在句子的前面，然后呢，会使用这个格位标记嘛，所以我们讲说格位标记的时态，所以格位标记也有时态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教材前面上礼拜讲的在另外一个档案，所以看不到哈。我们回想一下，或者说你手边有上一次的这个讲义，可以翻一下啊。就是直述句的话，我们上一次讲直述句这个乌哈乌的好像没有进行式，对不对？只有6句嘛，你还记得哈？那如果是祈使句的话，就这3个。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其实也有讲到这个，只是好像没有练习完这样子哦。好，祈使句的话，那我们先看哈，祈使句，使用这个乌格位标记的时候，它的时态的变化有3个哈。现在简单式就是嘎乌，本来是简单式的话，直述句哈，五行系有没有？是老师，那我们会这样说嘛？五行系。如果是祈使句的话，就是加嘎嘎五行系。那中文翻译我们上次是用拜托哈，拜托是老师这样。那第二个就是现在完成式高兴息后，拜托还是 who 一样有那个还是哈，拜托还是老师。那高兴息都拜托就要是老师了哈。那这个是我们上次有练习过的哈。那我这边再重说一下，上一周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一定要是人才可以呢？也不见得哈。前提就是哈，这个这个中文翻译哈，拜托是老师，好像是说拜托当老师哦，其实不是要当老师，而是说这个选项可能有好几个选项，但是拜托是这个选项这样。所以我可不可以把老师换成那个水果？比如说我可能我想要有很多水果嘛，我就说高林布拜托是莲雾这样子啊。所以他其实不是要叫你当老师，就是说是哪一个选项。这3个这3句都一样，都是选项。那现在完成式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晚餐要吃在出菜嘛，我太想要吃鱼了，搞福丁后拜托先试鱼好不好？那种感觉这样可以理解哈。这个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样哈，就是说不一定是人物东西也是一样。那这个第3句都是一样，所以它不是要变成我这边的例句虽然有老师，但是不是要变成老师，而是说这个老师这个选项这样子。好，那我想一下，这个上次是不是有练习？
没有关系，我们再一次因为这个讲义上面有写。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看看一样这3句，那我把这个停留在这里中文翻译先看一下乌嘎乌的话就是拜托是，嘎乌马安呼，拜托先是什么那嘎乌马安度，拜托就是什么什么了这个中文。然后我们的练习方式不用写，不用写，我们待会就照着这，你看我现在有游标，待会我们就讲这一句，讲这一句，讲这一句，这样子3句，一次讲3句，然后重点就是中文翻译，这样讲完主语，然后中文翻译，这样我们直接用念的我们就不要写，我们直接用念的，然后讲完一句念中文，讲完一句念中文，这样。那虽然这个中文翻译可以有这个一定要绝对要但是我有试过，其实只要用那个拜托70句拜托，其实这个不是说这个有一点好像是不耐烦的这种感觉不是说真的要去拜托一个人因为它是祈使句嘛，还是有一点点的命令的这个语气在那种感觉这样。好，想一下3句，我们直接用念的，然后念完主语念中文这样。比如说高兴系这个是我那个例句了，高兴系拜托是老师，高兴系拜托还是老师，高兴系度拜托就是老师了，这样的那这边呢？这边还可以用先啦，高兴系后也可以用先什么先什么这样子。好，可以理解吗？OK 的话，我继续来试试看。我记忆中这个好像上次有练习到一半，所以应该还有印象。好，如果你觉得 OK 了就通知一下，那我们就开始这样。那要选什么呢？选后面这个你要选择就是找几个名词，然后造一个简单的句子，这样就好了。好，好，我先。好，秀兰姐，请。高屋牧师，拜托是牧师。高屋牧师后，拜托，还是牧师。高屋牧师的，拜托就是牧师了。好，谢谢秀兰姐。那第2句完成之后，我想我们还是用先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后面这个可能都会翻成先高兴谢我就拜托先是牧师你刚说牧师那这个记得秀兰姐，这个是选项没有要叫那个，不是要叫我当牧师而是说选项这样子。对，选项。好，谢谢秀兰姐。那另外的，好 ，Alex， 好。高迪丽币，拜托是电视机。高迪丽币后，拜托先是电视机。高迪丽币多，拜托就是电视机了。好，谢谢 Alex。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啦，只是说可能不会用到，对不对？因为这个电视可能是尾牙在抽奖的时候。对，了解，那就没问题。对，就是这个感觉啦，就是你要自己去创造那个情境。我刚刚没有想到这个好，那还有谁？我看一下，我们的学员，把洛斯有进来吗？把洛斯没有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正式学员
今天是只有2位嘛，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法洛进来了哈，那没有关系，后面我们再让法洛。我也给网络呢。来，那你，法洛斯，你是刚刚进来，还是说刚刚有听到我讲？刚刚而家多呢。哦，我还要网络，我重新再连。好，那我们第一个范例，你要不要练习一下？法律阿鲁巴了。没问题，没问题。阿鲁巴是水果，没问题啊。拜托是红毛柿。阿鲁巴是红毛柿吗？红毛柿子啊。柿子啦。红毛柿昂啦，红毛柿。红柿啦，那红毛柿。阿鲁巴是柿子，你说的红毛柿是嘎不红而已。阿鲁巴是柿子了。对啊。红爱总是红毛柿了。对啊。你不是回乡下吗？红毛，拜托是红毛柿。好。高福红爱后，拜托先是红毛柿。高福红爱度，拜托就是红毛柿。是。好，谢谢宝路。好，那记得哈，都是选项哦。像第二个高红爱后，就是说先出那个高不红的意思啊，就是说，不是就是说它是个选项，这样可能有很多选项这样。好的，大概是这个感觉哈。那我们就往下了哈。好了。好，谢谢宝路。那我们就往下。好，那下一个一样是跟刚刚的一样，只是说它是否定句哈。那也是一样。那不过它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那个我们刚刚是比如说像第2句好了。阿嘎嘎无信息哈，拜托不要是老师。阿嘎嘎无信息。那第2句哦，我们刚刚是说嘎无信息乎，现在否定句的话，就把这个时态放在那个阿嘎的后面。阿嘎乎嘎无信息。那未来完成一下阿嘎多嘎无信息，这样的哈。好，那我来念一遍好了。阿嘎嘎无信息，拜托不要是老师。好，第2个现在完成是阿嘎后嘎无信息，拜托先不要是老师。好，未来完成是阿嘎多嘎无信息，拜托就不要是老师了。这样，好了，干不多，我们就按照刚刚的顺序好了。那还是请秀兰姐来练习好了。阿嘎嘎牧师，拜托不要是牧师。阿嘎好高牧师，拜托先不要是牧师。阿嘎杜高牧师，拜托就不要是牧师了。好，谢谢那个秀兰姐。那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其实除了正式学员其实我还是稍微顾虑一下那个旁听的因为怕他们会听不懂。就是我们在念这3句啊，这个起始句，嘎无信息或者是嘎无信息乎它是一个选项。那我们其实在练习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就是也有一个画面这样子，不要只是看着那个我的范例去念就自己给自己一个画面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个选项阿嘎嘎无信息并不是要叫你说不是老师，而是说不要老师这个选项啊。比如说我可能想要交一个女朋友那可能你有很多认识的人有老师、医生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阿嘎嘎无信息我不要老师这样这种感觉就是选项。好，那我们就请这个什么都请 Alex 给他来。阿嘎高香啊，拜托不要是锅子。阿嘎好高香啊，拜托先不要是锅子。阿嘎多高香啊，拜托就不要是锅子了。
好，谢谢 Alex。那我想请 Alex 哦，什么状况会说这个障碍？就是尾牙抽奖的时候，我不想要过，抽奖哦，抽奖，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要煮东西，对不对？煮汤啊，煮汤啊，你不想用那个障碍，你想用别哦的电锅，你可能想要用电锅之类的。哦先不要用电锅哈，拜托先不要电锅这样，哦，就是这种感觉哈。好的，哎，那我们请巴洛斯。还嘎嘎乌米，拜托不要是梅子。嘎后嘎乌米，拜托先不要是梅子。嘎杜嘎乌米，拜托就不要是梅子了。好，谢谢巴洛斯。哦，你们的梅子是五蜜哦。还哦，是哦，五蜜梅子很酸那个梅子呢，是不是？梅花哦，梅花。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就继续哈。好，现在我们再换一个格微标记的时态哈。我们刚刚其实从上礼拜我们讲的是那个使用这个数格乌马案有没有？那它前面都是名词嘛，所以我们说名词句型，然后这个都是格位标记嘛。那乌的话，我们就说它是数格嘛，格位标记的时态，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乌上面做手脚，就改变它的时态这样子哈。那接下来就是讲一哦，那一的话，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说那个时间或者是地点的那个介词哈。那我们这边用地点了，所以我们用那个鲁玛这样子哈，伊鲁玛，那伊鲁玛，伊鲁玛，伊鲁玛，那它这个有这个有进行式哈，跟我们上次讲那个乌的话，乌好像没有进行式，对不对？那一的话会有进行式，所以我们待会哈一次练习7句哈，因为它每一个都有。其实它的这个时态哈，有没有发现其实都大同小异？从我们一开始上那个时态的时候，都差一点点这样子，尤其是在这边，现在完成跟过去完成，还有这个完成式这边，都一个 who 一个 do 这样子哈。好，那完成式啊，我们直接看范例啊，这样比较快。好，我直接念我的范例哈。现在简单式哈，以鲁玛是一个地点嘛哈。以鲁玛即妈妈爸爸在家啊，那以鲁玛即妈妈，那一就是曾经在哈，一是有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在哈，就是地方的介词。那以鲁玛即妈妈，爸爸曾经在家。好，未来简单式。伊鲁玛即妈妈，爸爸将在家。将就好了。像这个地方哈，未来简单是我们中文的话哈，先不要有要，我们可能都很习惯说爸爸将要在家，先不要，因为我怕哈会跟那个未来完成式会混，就是我们会搞混，所以我们就是未来简单式就是将就好了，爸爸将在家这样就好了。进行式个，耶鲁玛埃及妈妈，爸爸一直在家。好。现在完成式，我边说你们就边想你们的那个。现在完成式，一路马爱后即妈妈，爸爸还在家。一路马爱后还在家。好，过去完成式，一路马爱度即妈妈，爸爸已经在家了。一路马爱度即妈妈，一路马爱度已经在家了。这个意思。好，最后一个是未来完成式。阿伊鲁玛杜吉妈妈，阿伊鲁玛杜吉妈妈，爸爸就要在家了。爸爸就要阿伊鲁玛杜吉妈妈。好，
大概我们就这样练习哈。所以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边念然后边背。像就是说像我们已经会讲的哈，已经会讲主语的那个学员，就是当你讲到这个一的时候，就是在，然后那一，然后我们就想说曾经在，就是顺便背了。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都蛮少讲的，那我们为了要讲精准，就可能需要去背它，就它对应到主语跟中文都对到这样的，这样会讲的会比较精准。其实因为我们会讲主语哦，所以有时候我也是会一样哦，我的坏习惯就是乱讲，反正听懂就好了。可是因为那个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是说在部落，就是我大概可能没有按照文法，可是对方都听得懂。那这个虽然是学习语言的目的啦，就是可以沟通，可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哈，我们开始上课之前我有讲过，我们有2个目的，一个是考试，第二个是可能要教人，哦，就这2个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要很精准哦。好，我故意讲这么多哦，应该准备好了哈。好，可以吗？好，我们请秀兰姐。伊有嘛是甲走，甲走在家。那伊有嘛是甲走，甲走曾经在家。啊，伊有嘛是甲走，甲走将在家。伊有嘛还是甲走，甲走一直都在田里。哎，伊有嘛还好是甲走。甲走还在田里，伊有嘛还都是甲走，甲走已经在家了。阿姨，阿姨有嘛还都是甲走，甲走就要在家，这样可以在田里吧。啊，在田里，在田里。那 Alex，我给你挑战一下，这样子，看看可不可以？记得起来吗？我试试看哦。伊布松及法纪叔叔在台东。阿姨不送及法纪叔叔曾经在台东。阿姨不送及法纪将在台东。伊不送爱及法纪叔叔现在在台东。伊不送爱和及法纪叔叔还在台东。伊不送爱多及法纪叔叔已经在台东了。阿姨不送多及法纪叔叔将要或将会在台东，或者是就要也可以哈。哦，就要哈。对对对，那像刚刚你这个是讲一直对不对？我刚刚讲现在，现在哈，一直。对，因为现在的话，它有主语的那个翻译马丁尼亚，对对对，所以不能用现在。好。时态的话就用一直这样，然后过去完成式这边已经在家哈，就要以鲁马埃度哈，就是你刚刚是用已经吗？我说哦，对，我用已经对。哦 ，OK， 已经在台东了。好，那还有一个哈，像除了地点哈，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比如说。达德黑就是说旁边哈，以达德黑阿姑在我的旁边，这个也可以使用哦。反正可以表达位置的方法都可以。以嘎摇啊，姑起妈妈有没有？爸爸在我前面，这个方式也是可以哈，不一定是一个很明确的地点呢。好，是保罗说啥？可以吗，保罗？ Mga ay, akasawaran ko ninan sa pagkakaratang ako. Isufi si mama, 爸爸在集会所。那Isufi si mama, 爸爸曾经在集会所。Isufi si mama, 爸爸将在集会所。Ilumaa
伊斯菲埃及妈妈，爸爸一直都在集会所。伊鲁马埃后及妈妈，爸爸还在集会所。伊鲁马埃杜及妈妈，爸爸已经在集会所了。伊斯菲埃杜及妈妈，爸爸就要在集会所了。好，谢谢巴路。我看一下，努过的应该没有进来哦，看一下，没有。好，那就是我们3个就对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像这个地点啊，地点就是除了我问一下巴路少，如果表示地点还没有别的，有的是像卢马，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地点嘛，然后一个就是是非这个跟卢马是一样的。然后不送，然后我刚刚有讲一个方法嘛，就是旁边前后左右，一大堆阿库，这个也是一个地点嘛，还没有别的方式。一地然后可以算吗？第二号那个不是时间吗？不一样哦。我讲的是地点哦。第二号是讲时间呢，很久以前呢。哦，这个罗多克它也是这个明确的地点了。我是说表示地点的方法，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前后左右旁边，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大概就这2种哦。直接讲一个明确的，以抓，以罗多，以乌马，以布松，以卡林库，以阿美利卡，这样哈，很明确的地点。要不然就是用表示的，比如说以嘎伊古拉库，没有？以嘎亚拉库啊，以嘎法萨库，那就是用这个方式也可以哈。大概这2种。伊高维利亚库。对，用那个表明方向的这样子。那就这两种，好，地点的话就这2种这样。好，那否定句这个我们就直接来了哈，因为它只是加了一个否定词而已哦。那我们只要注意那个就好了。这个进行式在 ai 那个像 iluma ai 哈，那个 ai 放到那个否定词后面，在 ai 这样。然后我比较一下哈，看看差在哪里。只有这个那一哈，那在 i 加一，好，这个要稍微记一下。那在 i 加一鲁嘛，好，那在 i 加一鲁嘛，我直接看例句哈。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不在家。那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曾经不在家哈。在 i 加一鲁嘛就是不在家，那在 i 那就是曾经，就是时态。那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曾经不在家。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在 i 一个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将不在家。这个其实也蛮绕口的哈，不过是需要记一下哈，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将不在家。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一直不在家。进行式一直不在家，在 i 加一鲁嘛即妈妈。现在完成式在 i 后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还不在家。在 i 后加一鲁嘛，在 i 后加一鲁嘛，还不在家哈。过去完成式在 i 都加一鲁嘛即妈妈，在 i 都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已经不在家了。好，未来完成式在 I do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哈。过去完成式在 I do 在 I do 加一鲁嘛即妈妈。完成式在 I do 加在 I do 加一鲁嘛即妈妈。爸爸就要不在家了。这个否定词有一点难哦，所以这个要记的话也是有一点
困难，所以我就把这一面留在这边哈，让大家练习一下。那我们就使用刚刚的那个肯定句哈来做练习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请秀兰姐好了练习一下来。在用你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不在学校，那在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曾经不在家，在学校，在学校，在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将不在学校，在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一直不在学校，在后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还不在家。在都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已经不在学校了。在都该以早出大单几个早就要不在家了。好，谢谢秀兰姐。好，那我们请 Alex。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不在台东。那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曾经不在台东。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将不在台东。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一直不在台东。在好，等一下，你的进行式再念一遍，快点。进行式。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一直不在台东。打嘛多。那继续。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还不在台东。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已经不在台东了。在嘉义不送及法纪，叔叔就要不在台东了。好，谢谢 Alex 哦。像 Alex 的就是主要是那个念而已啦。像那个杂爱哦，杂爱是就是那个杂跟爱嘛，杂爱度哦。那如果后面再一个 ay 度，杂爱这样，就是把那个不要把那个杂爱念完。我们念杂爱是杂爱有没有哈？然后如果后面还有 ay 的话，你不要把那个前面那个念完，就杂爱这样，杂爱这样。杂爱。对对对，把那个杂爱的那个爱，杂爱这个连到后面那个爱，就变成杂爱，就变成这样。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部落的念法啦。哎，别的部落有没有别的念？我几乎听过都是这样念了，杂爱，应该没有别的念法了。杂爱，不可能是杂爱吧？哈。好，那我们请保罗好了。哎，在该比第三级巴洛不在学校。那在该比第三级巴洛曾经不在学校。在该比第三级巴洛将不在学校。在该比第三级巴洛一直不在学校。在后该比第三级巴洛还不在学校。在都该比第三级巴洛已经不在学校了。在都该比第三级巴洛就要不在学校了。绕死了。绕死。好，像谢谢保罗哦。因为像保罗，其实保罗是很会讲主语的哦，可是他那个第5、第6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如果不熟练哦，那个腔调就会变。像刚刚保罗说，
我们应该是za ayai hu， 对不对？za ayai hu 改一路嘛。然后巴勒怎么念？大家好，该比第三十八了，你现在就念很好啊。我说刚刚你不是这样念的，所以有点因为紧张。是因为不熟练，就是这样的说法不熟练了，所以那个腔调会变，就是会受限。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可能都要自己去练习去念啊，然后把它背起来。我是这样认为哈。其实我们做的这些范例啊，在那个俗语口试练习的那口试的时候，其实还蛮好用的。如果可以把它背起来的话，好，我们就继续哈，我们继续往下。好，祈使句哈，祈使句就3个，一样跟刚刚的那个数个乌的方式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在用名词句型那个数个乌的时候是ga乌形系，有没有？那我们地点的话，ga iruma， 好，现在简单是ga iruma hu，ga iruma du， 好，一样哈，只是说改成地点而已。ga iruma， 拜托待在家，好。那如果说你待会如果觉得太无聊，你可以自己加哈。ga iruma hu 啊。一张，然后拜托朋友，拜托待在家，然后也可以哈。改如嘛，就是拜托待在家里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我们先用这个。虽然我们刚刚前面哈，我们刚刚前面说用在嘛哈，你看这个在，那因为如果我们说拜托在家，好像中文就不太顺啊，所以我们就说稍微修饰一点啊。中文上就是用这个待在，就是处在家里这样，待在家里。改如嘛，待在家，拜托待在家。改如嘛后，拜托先待在家里。改如嘛都，拜托就待在家里了，就待在家了。改如嘛都，拜托就待在家了。好，3句哈，这个其实也不困难了。那也记得哈，这边再提醒，刚刚我忘记提醒一下，那个书写的话哈，那个嘎一那一这个哈，我从头哈，我刚刚忘记讲了，嘎乌是连在一起的哈，嘎乌连在一起，然后还有那个嘎一那一这个也是哈，伊鲁玛爱。伊鲁玛爱这个鲁玛爱这个都是在一起的哈，然后这个爱鲁玛都这个度是分开的哈，没有跟那个鲁玛放在一起，没有。好，那嘎一这个也是，那个嘎跟一是合在一起的哈。然后呢，还有这个完成式的这个时态，这个爱这个的爱一样是跟否定词连在一起哦。在 ai who 是独立的，在 ai do 那个 do 也是独立的哦。好，这个是提醒一下。好，应该准备 OK 了哈。好，那个，我刚刚是讲哪一个？好，这个。好，我们请秀兰姐。该一路吗？一束可以吗？拜托你可以啊，待在家里。该一路吗？好，一束，拜托你先待在家里。该一路吗？多一束，拜托你就待在家里了。待在家了，哎，好。像第3句哈，我们的腔调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秀兰姐你那边，如果像第3句啊，拜托你就待在家了，我们会说改如嘛都给说那个
我刚刚好像念错了，该鲁马杜，对不对？我刚刚是这样。不过比较正确的那个腔调是该鲁马杜基苏，拜托你就在家待在家了，该鲁马杜这样的。好，我们请 Alex。嘎古玛南古880万，拜托钱包放在餐厅。嘎古玛南和古880万，拜托钱包先放在餐厅。嘎古玛南古880万，拜托钱包就放在餐厅了。好，如果因为像谢谢 Alex 不过我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通常我们那个加一做加一的第二个，其实这个都是讲的是人哦。哦，好。对，所以如果说你要说加一，你的第一句是什么？我忘记了。加一嘎古玛南都880万，这个是不成立的哈。对，然后你可以说你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拜托钱包就放在餐厅这样。哦，这个要加字，要加字。对，加一个感恩啊，你刚刚什么？厨房啊，餐厅。嘎古玛南是餐厅。加一个古曼南，你要加字放前阿米德利都白素，你可能要加很多字哎。哦，是这样。哦，好。对，因为就对象一定要是人物或者是动物这样。对，如果说用加一，对，是有生命的，加一鲁玛是人或者是动物这样子。因为我们比如说好，我们用简单一点，找一个比如说钱包好了，拜托钱包放在这，该鲁玛古白素古钱放在这，好像没有办法这样放，还要再加那个字，就是那个放，还鲁玛巴德利都白素就要加字了，对，巴白素安，对。哎，这个谢谢 Alex， 你每次都会想到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从来没想到的问题。好，那我们请巴洛斯，你巴洛斯啥？简单喊着，来，高福店，拜托待在房间。高福店后，拜托先待在房间。高福店都拜托就待在房间了。好，谢谢巴洛斯，你可以那个。可以鲁玛都古曼都巴这样的也可以啊。好，没有了，我没有鼓励这个哈。好，知道那个意思就好了哈。那 Alex 那个像刚刚那个，你应该可以理解哈。可以。对，如果有东西的话，可能要加字这样子。好，我们就继续往下哈。所以其实你看也蛮简单的，所以我们目前还蛮顺的嘛，不会说有太大的问题。好，否定词也是一样，就是加个不要，拜托不要就好了。好，那我们请秀兰姐。哎，秀兰姐在吗？好，你来给手哈。阿嘎嘎伊乌玛，技术，拜托你不要待在田里。阿嘎吼嘎伊乌玛，技术，拜托先不要待在田里。阿嘎多嘎伊乌玛，技术，拜托就不要待在，拜托你就不要待在田里了。
对对对对 ，OK， 谢谢那个秀兰姐。好，我们接下来一样请那个 Alex。はい。赤盖嘎古马南古沙发一束，拜托你弟弟不要待在餐厅。赤hồ盖嘎古马南古沙发一束，拜托你弟弟先不要待在餐厅。赤多盖嘎古马南古沙发一束，拜托你弟弟就不要待在餐厅了。好，对对对，谢谢 Alex。那我们请巴洛斯。Yang kabutihan to. O to. Maulah mafutiasao。Ay, manen. Makulalo. 哦，好，来，请。Agakay kabutihan. 拜托不要待在房间。Agakay kabutihan. 拜托先不要待在房间。Agatukay kabutihan. 拜托就不要待在房间了。好，谢谢巴洛斯。那我这边再重申一下哈，虽然我们的中文翻译有那个拜托哦，像中文的那个拜托，通常好像是请求哦。不过像主语的话，其实那个主语比那个拜托还要强烈一点。阿卡盖鲁玛有没有？其实是，所以我们讲说那个拜托哦，虽然中文是这样写，可是我们就稍微记一下，就是说那个拜托是那种有情绪的。拜托啊，有没有？就是我没有要请求你，没有，我只是说拜托不要这样，我是那种语气哈，一定要记得哈，是那种语气哦，不是说拜托拜托，不是哦，因为那个主语就是主语的感觉就这样哈。最后一句聊呢，不是用拜托的，Agatukay kabutihan就变成这样。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我讲的是中文，说那个因为中文写拜托嘛，我怕会误会说拜托拜托，没有哈，那个情绪是拜托一下，就是就像最后一句我示范一下，就这样。Agatukay kabutihan就是这样。中文就是说拜托哦，就是拜托不要待在房间了。对，那个有一点强势，是强势的哈。对，主要是让 Alex 理解一下哈，是没有说卑躬屈膝这样，没有，不是哦，是那种有强势，有强势，对对，是这种感觉哦。好，那我们就不可以吗？老师，不可以这样子说吗？阿嘎嘎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对，也是可以不要啊，就是不要啊。因为如果你说不可以跟不要是一样的，可是你看哦，像第一句阿嘎嘎伊鲁玛，如果我翻成不要待在家，好像没有那么强烈，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祈使句嘛，所以就加那个拜托。其实那个拜托是有情绪性的，拜托不要哦。但是这个拜托没有不是说拜托不是啊，是那个拜托不是恳求啊。对了，不是恳求了哦，稍微强迫。对，所以我甩练他了，阿嘎盖鲁嘛，是这样，有情绪在的。对，所以这个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哈，主要是那个中文的问题啦，有时候会要表达的很精确，可能还需要解释一下哈。好，那我们就像那种不要贪钱那个阿嘎比拉欧姆的白树一样嘛，对不对？一样啊，对啊，一样哈，阿嘎比拉欧姆的白树一样。所以，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不要待在家，它感觉好像只是说否定句而已。如果说没有拜托的话，不要待在家，好像只有否定句而已，没有像祈使句的感觉，所以才要加这个拜托了。那只要我们想说那个拜托是那种有强烈指使的那种感觉就好了。好，我们看看往下看看哈。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三个这个
格位标记哈，鸡或渣的哈。好，那直述句的话哈，使用这个格位标记鸡或渣哈，它就只有6个，没有进行式哈。好，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句最快哈。好，那第一句哈，即因那伊苏卡古。好，我这边有先说一下哈，因为这个是例句哈，主要是可能你会觉得很怪哦，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范例而已。好，即因那伊苏卡古。好，这个是简单式啊，现在简单式。我是你的妈妈。好，即因那阿古比苏嘛，我应该讲即妈妈伊苏卡古哈。好，没关系，即因那伊苏卡古。好，那过去简单式哈，加一个那叫那即因那伊苏卡古。我曾经是你的妈妈，或者是我原本是你的妈妈，原来是你的妈妈。哦，好，那即因那原本或者是曾经是。那未来简单式呢？阿基伊那伊苏卡古，阿基伊那伊苏卡古。好，我将是你的妈妈。阿基妈妈伊苏卡古。哦，加一个阿基。哦，这个基就我们讲的格位标记了。所以，我待会再讲，我先把这个念完。好，现在完成式。即伊那呼伊苏卡古。即伊那呼伊苏卡古，我还是你的妈妈。哦，这个是现在完成式。过去完成式的话，即伊那杜伊苏卡古。哦，即伊那杜伊苏卡古，我已经是你的妈妈了。哦，已经了。好，未来完成式。阿基伊那杜伊苏卡古。阿基伊那杜伊苏卡古，我就要是你的妈妈了。好，我们来看这六句哈。这个6句其实会讲到这个哈，也是要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啦。它可能是个重组家庭这样的，所以才会讲到这个啦。就是比如说第一句当然是很简单，第一是陈述一个是什么，即那伊苏卡古是你的妈妈，不管是真的或是假的。那反正我就是你的妈妈，即那伊苏卡古。那第二句呢？那即那伊苏卡古，我曾经是你的妈妈。这个各位你自己去想那个情景啊，我曾经是你的妈妈，这会有这样的那个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去想啊。那我将是你的妈妈，这个也不会很奇怪哈，也不会啦，是重组家庭嘛哈，就是说那个那个爸爸娶了新的妈妈，妈妈就跟那个小孩说：“我将是你的妈妈。”哈，有一点像那个什么下马威哈，我将是你的妈啊，基因那一苏个故哈，这种感觉哈。好，那后面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这个就是家庭的这种问题哈，会有的那个句子哈。那我们来练习看看啦。我们用人名好了啦，因为这边写人名哈，我们使用人名，把这个伊娜改换成人名这样子。那我们来练习这个6个时态哈，没有进行式啊，只有简单式跟完成式。那主要就是我们要练习这个时态，蓝色的哈。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其实的重点都是蓝色这个有标蓝色的，因为这个是讲的是时态。好，所以我们的时态是在这个格位标记做计划、做变化哈。那有一些是加这个 who 这个是没有在格位标记上啊，那其他都会在格位标记做手脚。那基阿基这样的。好，其实也不难哈。那我们因为还有5分钟，我们就先请那个好了。
看看秀兰姐好了，先秀兰姐先好了。老师，我现在有事情，好，现在那我们有事情。好，那我们请那 Alex 挂了，挂，闭手。好，挂。我们请保罗好了。基让艺术家哥，我是你的朋友，蒙爱曼，蒙爱好。也可以了。那基让艺术家哥，我曾经是你的朋友。好，那个我先说一下哈，像这个的话，因为我们是用鸡嘛，我先回头，因为我们现在是只用鸡嘛。如果说你要用以上的话，可能要用乌，格位标记。所以我这边才无以上，所以我们用人名安安，安你们安安，是巴罗斯古对啊，要接很多，要接很多。是巴罗斯古妈妈意思，第一句对不对？那是巴罗斯古妈妈意思，这样就类似像这样子啊。巴洛斯曾经是你的爸爸，而且巴洛斯古妈妈是巴洛将是你的爸爸，想一句哦，是巴鲁古妈妈耶稣。好，你吃我的豆腐你的爸爸是巴鲁。怎么懂？对啊，第一句啊，是巴洛斯古妈妈耶稣，巴洛是你的爸爸，对啊。那是巴鲁是妈妈耶稣。嘛少个古一下，那是巴洛斯古。那是巴鲁古妈妈耶稣。你爸爸原来是巴鲁。是巴鲁是古妈妈耶稣。那个巴洛要第二句是干咩海？中文翻译你要反过来呢。那是巴鲁古妈妈。所以你要说巴鲁古妈妈耶稣。所以你要说巴洛曾经是巴鲁古妈妈耶稣。你爸爸原来是巴鲁，不是倒装吗？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嘛，巴洛曾经是你的爸爸，会不会比较好？应该蛮爱的。对啊，是啊。你爸爸曾经是巴洛，巴洛曾经是你爸爸。买。我看一下哈，你吉巴洛斯古妈妈说，你的爸爸是巴洛斯，对不对？你刚刚是这样讲吗？第二句。第二句。那你的爸爸曾经是巴洛斯，对不对？对啊。你的爸爸那是巴洛是妈妈意思，姑妈妈意思，我很喜欢用机会。那是巴洛姑妈妈意思，你爸爸曾经是巴洛。是巴洛姑妈妈意思。这边就怪怪了。你的爸爸将是巴洛。对啊。是巴洛后，姑妈妈意思。你的爸爸还是巴洛。你讲的是第几句？第四句。是巴洛后姑妈妈意思。还是巴洛后姑妈妈意思。
你爸爸还是巴路，怎么办？对啊，对啊，对啊，你的爸爸还是巴路的。第五句是吧？吉巴路杜姑妈妈一说，你的爸爸已经是巴路了，哦，第一个了哦，了。哎，阿吉巴路杜姑妈妈一说，你的爸爸就是巴路人，就要是巴路的。你的对啊，爸爸就要是巴路人。好，好，谢谢巴路。好，好现在8:01哈，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8:11再继续哈。好，休息一下哦。
好，那我们就继续哈。我先说明一下这一句哈，这个范例，这个可能像刚刚有听到我的声音哈。有好像刚刚白露在念的时候很不习惯，对不对？其实我刚忘记先说明一下哈。其实像我自己也会有一些习惯，那我的习惯会，比如说我是你的妈妈哦，我通常我会用乌哦，我妈妈伊苏嘎我可能会用乌哈。那哎，其实用鸡也没有错，因为有一些部落或者是有一些老师，他们也认为哈，这两个其实很难去区分它，因为它比较是通常我们几那我们会说是妈妈嘛，那如果是比如说啦，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吉马咕捞，巴鲁你会说吉，那你会用鸡对不对？吉那古拉，我用鸡对不对？可是对啊，如果在某一种状况，我们又会用乌的，就像这个，我是你的妈妈，我们又要用乌，对不对？五音啊，对啊，我，所以乌伊那古金啊，是这样。对对，那这个没有关系哈。其实，可是如果是用人名呢，去拿高古啊，拿一数，有没有又变鸡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奴人民就是鸡了，大家哎，都鸡。那其实像伊娜也好，或者是说，其实用鸡或乌，其实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只是在习惯上，其实大部分我们可能会用乌。对，哎，对，那其实它是比较没有问题的，所以刚刚你会念得很怪，my mama ra, nanu ini aro ay ko kumatsakat itira ko nyaro ko na niya ako. 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一样哦，其实哎，也没有啦，但是它其实都是可以这样使用的哈。其实那艺术卡布也是可以，维那艺术卡布其实也是可以的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个鸡嘛，那个用鸡，所以刚哎，好刚好这个翻译用伊娜这样，可能让你觉得很搞混这样哈，但是其如果实不会有问题。anu anu 鸡和用人民比较好一点。那也是可以用这样啦，就是说，吉那国米当当爱拉登还多萨卡拉菲也可以啦，这样就一样，很顺了哎，哈。不过太长了，怕，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要造句，我们的重点是时态。哦，是哎，来，好，哎，那我们继续哈，我们请那个接 Alex 大家好，换 Alex。嗨，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是马浪。那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原来是马浪。啊，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将是马浪。吉马朗和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还是马浪。吉马朗多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已经是马浪了。阿吉马浪多古娃娃一说，马浪，你的孩子就要是马浪了。好像你的最后一句才翻译比较对哈，因为吉马浪古娃娃数可能是你的孩子是马浪，对不对？嗯嗯吉马浪我们会说是马浪，有没有？哦，对，所以你刚刚那个前面，你只有最后一句翻的方式比较那个符合主语，对哦好，对，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哦。那秀兰姐要练习吗？秀兰姐还在忙吗？好了好，好了。那你是多少？吉萨库拉古嘎嘎阿姑，萨库拉是我的姐姐。那吉萨库拉古嘎嘎阿姑，阿高哟，我们照他的那个中文翻译哈，嗯，呃，你我是你的姐姐，萨库拉是我的姐姐，可以吉这样子吗？萨库拉对不对？
嘿嘿，sakura。是 sakura 古嘎嘎阿姑 ，sakura 是我的姐姐，可以这样子吗？那你反了，我的姐姐是我的姐姐是 sakura， sakura。哎哦，我的姐姐是 sakura， 是 sakura 古嘎嘎阿姑，是吗？还阿姑，我要在前面了。是 sakura 古嘎嘎阿姑呢，这样对吗？是 sakura 古嘎嘎阿姑，第几啦？哎，对哦你说，sakura 对啊，那你的中文翻译你要怎么翻？ sakura 是我的姐姐。就是你再看因为你看，快，因为你看那个主语是 ji sakura， 是 sakura， 有没有？哎，所以你的中文，姑所以你的翻译是我的姐我的姐，姐或者姐是是 sakura。哎，对哦，是对对， sakura 古嘎嘎姑，sakura 是我的姐姐，是哦，我的姐姐是 sakura， sakura，我的姐姐是 sakura，哦，我的对对对，姐姐是 sakura，哦，哎，那是 sakura 古嘎嘎姑，sakura 原来是我的姐姐，阿错，基 sakura，阿基我 sakura 的古嘎我嘎的姑。姐姐曾经是 sakura， sakura 啊，哎，阿基 sakura 古嘎嘎姑 sakura 将是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将是是 sakura， 啊，因为我的姐你姐是将是 sakura，对对对对这样子哦，是 sakura 后古嘎嘎姑 sakura 啊，我的姐姐还是 sakura，然后。对对对对，是 sakura 度古嘎嘎阿姑 sakura 已经是我的姐姐了。好，阿基 sakura 度古嘎嘎阿姑 sakura 就是我的姐姐了。我的姐姐是 sakura 了，后面两是吗？个后面那个未来完成跟过去完过去成完成，中文翻译还是反了，因为还我们只要是反了。看那个对，是几 sakura sakura 度有没有？度，嗯，几 sakura 古嘎嘎度就是古嘎嘎阿姑已 sakura 已经经是我已经是已经 sakura 是了，已经是 sakura 了，对，所以我的姐姐已经是 sakura 了，也是应该要这样， sakura 了。对，我的姐姐已经是 sakura 了啊，未来完成式是 sakura，就我的姐是姐，就是我的姐姐了。好，会搞没有啊，混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看那个就好了，就是阿基萨库拉，比如说最后一个哈，阿基萨库拉度，阿基萨库拉度就是说就要是萨库拉了，有没有？阿基萨库我的拉度，姐姐就那要是 sakura。对，就会变成这样子，嗯，因为那个阿基萨库拉度姑是后面那个是主词嘛，姑的后面，所以我姑嘎嘎姑，所以把那个姑放在前面翻译的时候，我的姐姐就是 sakura， 就要是 sakura， 对对对对，好，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看看待会有没有时间哦，我们再回头找那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好，一样我们用就是刚刚的这个直述句哈，不过是用否定句，否定句哈。那加上否定词，看看有哪一些变化哈。我直接到这边，好，好，在嘎起，好，这个我还是这样回头放哦，肯定句，然后否定句这样对照一下看看。那几音呢？几音呢？一出个不好，我直接从这边好了。
吉那伊苏卡古哈，所以它的否定词这个不哈，加了在爱嘎吉，在爱嘎吉伊那伊苏卡古，哦，在爱嘎吉伊那伊苏卡古，我不是你的妈妈哈。那第二个过去式那在爱嘎吉，哦，那在爱嘎吉伊那伊苏卡古，所以那个吉前面都加上嘎就对了哈。然后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否定词了哈，那在爱嘎吉伊那伊苏卡古，我曾经不是你的妈妈，或者是我原来不是你的妈妈哈。好，未来简单是在爱阿嘎吉伊那伊苏卡古。我将不是你的妈妈。在爱啊，卡奇伊那伊苏卡古，哦，将哦，在爱啊，将不对，在爱啊，将不等意思。好，现在完成式，在爱后卡奇伊那伊苏卡古，在爱后卡奇伊那伊苏卡古，我还不是你的妈妈，还不是，在爱后卡奇哦，我现在边念哈，我其实念得很慢，我就是想说让你们有一点时间，然后稍微熟悉一下这个时态哈。好，过去完成式哈，在爱杜嘎吉伊那伊苏嘎古，我已经不是你的妈妈了。在爱杜嘎吉伊那，在爱杜嘎吉伊那，已经不是妈妈。好，在爱杜嘎吉伊那。已经不是妈妈，在爱杜卡奇伊那一书已经不是你的妈妈了，少了一个了。在爱杜卡奇伊那一书已经不是你的妈妈了。好，未来完成式，在爱杜阿卡奇伊那一书卡古，我就要不是你的妈妈了，我就要不是你的妈妈了。未来完成式哦，在爱杜阿卡奇伊那一书卡古。在doa kaci，在doa kaci ina，我在doa kaci ina，在doa kaci ina 就要不是妈妈了。好，其实这个可能一下子会记不起来哈，所以我这个范例还是留在上面。那我们一样做例句哈，就是这个否定句哈。那待会还是慢慢念了。我们的目的哈，目的还是希望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主语的这个时态哦，就是这个格位标记加上时态，然后跟中文对照起来，这样子哦。重点是这样子。好的，灵修这个大号，哎是啊，等他怎么们挂药？好，这包罗塞在挂药。来，在嘎吉法基伊苏嘎古，我不是你的舅舅。那在爱嘎吉法基伊苏嘎古，我原来不是你的舅舅。在爱嘎吉，好，第三句，在阿嘎吉法基伊苏嘎古，我将不是你的舅舅。在后嘎吉法基伊苏嘎古，我还不是你的舅舅。在杜嘎吉法基伊苏嘎古，我已经不是你的舅舅了。在杜阿嘎吉法基伊苏嘎古，我就要不是你的舅舅了。好，谢谢宝路。好，那我们接下来换谁？换 Alex 好了。好，可以吗？哦，在在嘎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不是马浪。那在嘎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原来不是马浪。在阿嘎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将不是马浪。在后嘎吉马朗古娃娃一说，你的孩子还不是马浪。
在都家己马浪古娃娃一数，你的孩子已经不是马浪了。在都啊家己马浪古娃娃一数，马浪了。好，谢谢 Alex。好，好，接下来我们请谁？请我秀兰姐。哎，在家己阿伊斯丹技术学校，我不是你的校长。那在家己阿伊斯丹艺术学校，我曾经不是你的校长。在家己阿伊斯丹艺术学校，我将不是你的校长。在后家己阿伊斯丹艺术学校，我还不是你的校长。在读家己阿伊斯丹艺术学校，我已经不是你的校长了。在读家己阿伊斯丹艺术学校，我就要不是你的校长了。好，谢谢秀兰姐。好，那其实习惯了，其实应该是比较没什么问题的哦。但是如果我这样讲呢？如果我们这样讲，待会这样练习行不行？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困难哦。一样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好，祈使句哈，那祈使句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是直述句哈，然后直述句再来就是否定的直述句。那现在呢是用祈使句。好，祈使句的话，我们来看看，我们直接看例句啊。祈使句只有3句，所以我们其实从从上一周讲的那个祈使句，几乎都是这3个哈。现在简单、现在完成，还有未来完成这3个哈。好，那个，我看好，이나 기수这个跟那个什么，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我先把这个念，待会再来比较。이나 기수拜托是你的妈妈，这个也是选项哦。이나 기수那这边呢，我大概说明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个也是看部落的习惯哦，就是这个鸡，有时候我们会翻成有没有？几白数有没有？有钱，几一张，所以它会有2个哦，几一张有可能就是说是朋友，或者是有朋友哦。那我们这边是翻成是哦，这个应该会讲主语都会知道哦。这个鸡在哪里？有时候是翻成有哦，几百鸡，你说看你怎么那么有钱那种感觉哦，有钱。但是我们这边是翻是哈，还是一样翻是哈。卡奇伊娜一书哦，拜托是你的妈妈，也是选项哦哈。卡奇伊娜好一书，拜托先是你的妈妈。卡奇伊娜读一书，拜托就是你的妈妈了哦，拜托就是你的妈妈。好，像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情境哦。像未来完成是这个卡奇伊娜读一书，这个其实就是说蛮确定的哦。比如说我们丰年祭要表演，对不对？然后下一个表演是你的妈妈哈，所以我可能就会说，卡奇伊娜读一书就是拜托是你的妈妈了。这个是其实很确定，就是换到她了哦，拜托就是她了。可能人家要换了，可能要换那个演出顺序，但是我就说卡奇伊娜读一书。就是这是很确定的哦，就是拜托是你妈妈。那这个卡奇伊娜回数哈，这个虽然它是祈使句哈，可是我可以反对啊，所以它其实也有那种未定还没确定的感觉。卡奇伊娜回数，拜托先是你妈妈啦，然后你也可以回我说不要啊，我要换别人啊，这样，所以它并不是很确定啊。
但是这个未来完成是这个卡奇伊娜对数是很确定的，就是拜托就是他了哈，就是他了这样。好，那要来试试看吗？3句也好，70句，我们请一样白露先好了。Manang pangangan minana atu faki au mantu akung 我用昂可以啊，2个名词或者昂，或者是不要人也可以啦，用吃的食物也可以，动物也可以，其实任何东西，就像刚刚那个 Alex， 他用电视啊，对不对？ ai tu faki 就好了。来的， Gaji faki isu， 拜托是你的舅舅。Gaji faki ho， 等一下，Gaji faki ho isu， 拜托先是你的舅舅。Gaji faki tu isu， 拜托就是你的舅舅了。如果你看像我们在谢谢那个巴鲁头，像如果我用一浪好。Gaji itlang ho isu， gaji itlang isu， gaji itlang isu， 对，以上，gaji itlang isu， 拜托是你的朋友哦。拜托是。如果我这样说呢 ，gaji itlang gisu 呢？技术哦。如果我用 gisu 呢 ，gaji itlang gisu， 哦，变了，对不对？你要有朋友啊。对，就是变成有了，那个鸡就变成你要有朋友啊，要有，就变成有了哈。在这个这啦。因为那个一数变成奇数的时候，所以你看会变化。对，奇数跟一数就变成了，可是一浪读奇数。对，要有啊，你要有朋友啊，要有朋友，对，蛮多啊。所以可是一浪一数是先单的，拜托是你的朋友，是，所以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来试试看那个，看看 Alex 可不可以。嘎吉马浪古米迪里莎一说，拜托马浪是你的学生。嘎吉马浪后古米迪里莎一说，拜托先是马浪是换掉了。拜托先是马浪是你的学生。嘎吉马浪读古米迪里莎一说，拜托就是马浪是你的学生了。这样。好。现在第2句你怎么翻？嘎吉马浪后，嘎吉马浪后古米迪里莎一说，拜托先是马浪是你的学生。我想一下，好，拜托马浪先是你的学生，可能拜托先马浪是你的学生，拜托马浪先是你，可能那个马浪放在那个拜托后面哦。好，拜托马浪先是你的学生，对。好，不对。Alex， 你刚刚第1句你怎么翻？嘎吉马浪古米迪里莎一说，拜托马浪是你的学生。我们好像翻反了，对不对？因为嘎吉马浪有没有？就是拜托是马浪嘛，所以你的嘎吉马浪，所以我们可能要分开，拜托是马浪，那可是你中间是你的学生嘛，拜托你的学生是马浪，这样对不对？拜托你的学生是马浪。对。所以第2句是拜托你的学生先是马浪，对啊。第3句就是拜托你的学生就是马浪的。对。好，对，是这样子。好，来西西。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秀兰姐对不对？好的，你是多少Kajitipos ko sinsi isu.
拜托，迪布是你的老师。来，嘎吉好，那个秀兰姐，你看哦，因为嘎吉迪布嘛，是，迪布斯就是说拜托是迪布斯嘛，哈，不是，嘿，对不对？拜托，是迪布斯，嘎吉迪布斯，可是你看啊，你说嘎吉迪布斯，我信息说，拜托你的老师是迪布斯，对不对？所以变成要把我们这个哈，你看啊，就是因为我们说嘎吉迪布斯，嘎吉迪布斯，所以我们因为你有古形习数嘛，哈，所以变成拜托你的老师是迪布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拜托是这个给它分开了，那你中间要加那个主词，那其实主词就是古形习数嘛，哈，拜托你的老师是迪布斯，这样子，拜托你的老师是迪布斯，嘎吉迪布斯古形习数。拜托，你的老师是迪布斯，对哈？对。好，嘎吉迪布斯后古信息遗书。拜托，迪布斯，你的老师先是你的老师。好，是拜托你的老师先是迪布斯，是迪布斯啊。哎，嘎吉迪布斯多古信息遗书。拜托，迪布斯。就是你的老师，是吗？拜托你的老师是迪布斯了，对吧？好，拜托你的老师就是迪布斯了，就是迪布斯了。哎，好，可能会不习惯哈，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多练习吧，因为哈，其实不是你们不会，而是说我们平常生活的那个对话，就是说我们都是只有讲沟通的嘛哈，那很多话就是说很多的说话的方式，其实我们都没有用，因为我们也不会说把每一种方式都去讲嘛，我们只讲那个好沟通的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怪，或者说很不顺啊，其实不是不顺，是因为太少讲了。哦，那不用担心哦，因为这个其实也都是跟部落的耆老去讨论得出的结果都有去验证的。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哈。好，一样这是一样刚刚的那个祈使句哦，只是用否定的方式哈。那我们直接看例句哈。好，那个祈使句嘎吉伊那一数哈，肯定的话，嘎吉伊那一数，如果是否定呢？阿嘎就是否定词放在前面，阿嘎嘎吉伊那一数，阿嘎嘎吉伊那一数，拜托不要是你的妈妈哈，阿嘎嘎吉伊那一数，阿嘎吉伊那，拜托是妈妈哈，嘎吉伊那，拜托是妈妈，阿嘎嘎吉伊那一数，拜托不要是你的妈妈。好，现在完成呢。阿嘎好嘎吉伊那一数，阿嘎好嘎吉伊那一数，拜托先不要是你的妈妈。一样，这个都是选项哈，都是可能有很多选择，然后去选项。那祈使句就是说去命令一个人说，要这个选项。那否定的话就是不要这个选项，这样子。好，未来完成式哈。阿嘎多嘎吉伊那一数，阿嘎多嘎吉伊那一数，拜托就不要是你的妈妈了。拜托就不要是你的妈妈了。我一样还是要重申这个拜托并不是请求别人啊，它其实是有一种在口语上的一种比较强烈性的要求，拜托了这样那种感觉好，一样啊，其实我们还是使用刚刚的啦，你刚刚的那个所提供的例句，然后用否定词加在前面就好了。还是好，巴洛斯啦。阿嘎嘎吉发基数，
有命令式咯，你呢？来，拜托不要是你的舅舅。阿高嘎吉发基数，拜托先不要是你的舅舅。阿嘎杜嘎吉发基数，拜托就不要是你的舅舅了。其实白鹿这样，你讲那个主语哦，我马上就知道那个意思了，就是说哎呀，你的那个语调嘛，语调有讲到，我就知道那个意思了，很清楚。其实所以这个还是要常常念啊，会比较会很准。语调嘛，反来都哇，对，慢来你慢呢，就很准，就很准。好，我们来请那个 Alex 好了。阿嘎嘎吉马浪古米迪沙伊说，拜托你的学生不要是马浪。阿嘎hồ嘎吉马浪古米迪沙伊说，拜托你的学生先不要是马浪。阿嘎多嘎吉马浪古米迪沙伊说，拜托你的学生就不要是马浪了。好，谢谢 Alex 哦。那其实 Alex 就是从第一期在跟我们上课之后，其实我还是有发现你的那个有还是会有进步啊，就是主语的部分。那我刚刚有讲那个巴洛哦，因为巴洛本来就是会讲，所以他那个表达的语气很准，所以有时候不用看，就知道他那个意思。所以那个我们阿美族很就是蛮妙的，有时候需要那个语气，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语气会猜不出那个，就说那个什么这句话的还是疑问句，猜不出来，猜不出那个感觉。对，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因为我们你看我好啦，谢谢好，先生，冇啦，技术。你要问我吗？还是问 Alex？ 你觉得这个是我用2句同样的一句话来，冇啦技术，冇啦技术，就这样。对，像一模一样，像 Alex， 你这样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吗？听不出来，妈的炸死呢！怎么办？那把 Luz 你再讲一次，给 Alex 听一下。冇啦技术，冇啦技术。第二句是有没有疑问句？有吗？对不对？还是2个都一样？我分不出来。我不是母语使用者，所以有障碍啦。感觉我汉人听起来感觉不一样一个不一样还是都一样？不一样。下面那个是有点怀疑，真的高兴吗？看来不高兴下面那一句是冇啦技术，你真的很喜欢。冇啦技术，那个是有点否定句了。不是否定句啊，你那个是有点疑问。就是比例在的，可能就是到底确不确定，难呢。马哈奈阿扎，反正你这个2句有点类似，你应该用这样子。冇啦技术，就是你喜欢嘛我理解过你给他还问句。有理解过你啊。冇啦技术，你真的很喜欢那样。真的很喜欢啦。对，他是那个强调句子，很肯定的。对，冇啦技术。对，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冇啦技术，如果有人问我说冇啦技术，那我当然就会回冇啦噶姑。对啊，我真的很喜欢。就回了。对，他其实一问一答，大概是这样子啦。这个谢谢那个巴鲁斯提供的一个那个所以主要是要强调说，除了这个翻译，还有这个时态的使用有时候还是需要那个语气，因为那个语气还蛮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那个雅群，因为那个雅群有时候那个或者是
甚至于同一个亚群、不同部落，有时候那个语气当然会不太一样， Jadi kalau cakap 所以会有一些，有时候会闹笑 jadi 话 kalau，cakap 会闹一些笑话，但是因为语言都一样，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沟通了。虽然第一个时间会搞错，但是后面马上其实都听得懂那个意思啦，反正也都对。主要是这样的问题哦。那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再慢慢来哦。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刚刚稍微提醒一下这样子。好，我们都讲完了哈。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讲义就到这边，那我们来回头一下哈。因为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这个名词句型，因为这个名词句型哦，在我们阿美族的那个说话里面哦，常常讲，常常使用。那我们来再练习一下哈，刚刚有一个好像比较难的，在哪里去了？我刚刚有，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刚说，我们可能再回头来看一下那个。好，没关系，我们这个好了。Ya cai 地点，我想一下哈，时态的话，我们用这个好了，没有关系，我们练习这个好了，直数句这个这个，我们刚刚好，那个我先回头讲一下哈，我们刚刚后面不是用那个嘎叽这个吗？看一下，鸡对不对？其实这个鸡哈，鸡跟渣跟乌哈，它的用法其实都是一样，只是说因为要看后面的那个东西啦，就是这个名词。那比如说这一句哈，因为形系是普通名词，所以我们就要用乌搞乌形系。那如果是伊那，搞起伊那就变成伊那哈。那如果我们用搞乌伊那呢？可能那个伊那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我讲的是，如果是中文的话是母亲这样哈，就变成这个母亲好像是一种职业了啊，拜托是妈妈，当妈妈的人应该讲说，拜托是当妈妈的人。如果这个地方哈，搞伊那，如果我用伊那哈，那就是跟我没有关系的。那所以中文翻译的话，我们可能是要说哦，拜托是当妈妈的，是那个当妈妈的人可以吗？这样拜托是当妈妈的人可以吗？如果我用嘎吉伊娜呢，那就是拜托是妈妈了哦，是跟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妈妈了。哦，那这个普通名词的话还有很多啊，职业都可以了，高杂一性拜也可以啊，杂拜朋友，杂拜朋友高一上高一上，动物也可以，比如说很多动物嘛，我想要去看动物，然后那个导游带我去看那个我不想看的，我说我要看猴子啊，搞乌鲁东，拜托是猴子，狗满子，或者是搞乌鲁东后，拜托先是猴子可以吗？我要先看，我喜欢猴子，就这里是这个哈。那普通名词除了动物还有什么？水果也可以啊，吃的，橄榄也可以哈，就是吃的东西都可以。所以它是选项了，好，选项。那这个跟我们刚刚后面的那个练习一样，鸡在哪里？我问一下，我不知道，应该 Alex 应该知道，像这个Alex 渣的意思你知道吗？复数啊，就是复数啊，对，那你知道哈，那就没问题。
鸡跟渣，它的使用方法都一样，可是中文翻译不一样哦，要加个他们这样子，表示复数这样。嘎造他们，咋嘎造，大家招或者是咋阿公，阿公他们，就是阿公的朋友，或者说阿公跟他的兄弟姐妹，咋阿公啊，早一呢好？哎，就是这个复式哦。所以这个嘎叽嘎乌，这个主要是看后面的啦，主要是看后面你是使用什么，所以它其实上次我有示范啊，你说要命令你啊，还要命令你啊，有吗？高兴笑苦发白也是慢慢烧，蛮耐。还好，反正我们记得哦，这是个选项啊。那我们练习这个啊那个这个好了，因为我想一下，我们刚刚很不顺的那个范例是在哪里哦？这我也忘了。谁都给啊，好像是这个，是不是？鸡哎，阿姊，嗯，是我们来练习一个否定句好了。好，否定的。挨都好多人在慢慢烧。好了，时间好像也差不多，我们就先哎呀，练习这个哈。好我们练多人习这个。的，还难的。那宝路先，你换一句哈，你换一句，好，我不要给你看中文哦。7句哦，直述句哦。地点哈，然后使用地点，马来省，好个中文。中文你现在你找到了吗？我们先找两个地点，一个地点了哈，地点啊，意思非，在意思非，你们可以是非，否的肯定句、直述句，肯定的哦，意思非，意思非及妈妈，哎爸爸在集会所，哎，第二句个那意思非及妈妈，蛮还没翻呢，那意思非，意思非及妈妈，爸爸在集会所啊，爸爸在集会所，那意思非呢？爸爸在集会所对不对啊？那个呢？爸爸在集会所，那呢？爸爸曾经在，有没有？曾经啊，哎，那一地啊后，那一地啊后，对了，或者是然后第三个看耶罗曼啊 is fit 就是在 s fit 嘛，可是它是未来啊 is fit 意思非及妈妈，将有没有？爸爸将在集会所，is 意思 fit 非爱，意思非爱及妈妈，is fit 慢比都翻译是在爱，一直意思非爱及妈妈，爸爸一直在集会所。你看意思非爱后及妈妈，爸爸还在集会所。意思非爱杜及妈妈，爸爸已经在集会所了哦，了，那个度了还好了，这边的能读了。意思非杜及妈妈一样啊，我这个改了喂。马扎多尼哎，啊，那马扎多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哦，意思非杜及妈妈，爸爸已经在集会所了。
就要爸爸就要在集会所。在集会所了。对，好，因为阿姨很少用过就要还已经了哦，那个 who 就是还的意思 ，who 还do 本来就有了哦 ，do 了。re 的话就要，那过去的话我们是将这样哦，主要是不要让它混啊。过去简单就是将在，哎，将在集会所。来，我们请那个 Alex 来一个困难的，来，Alex 困难的哦，你很多创意啊。我也，伊甲迪安国不是猫在房间，那伊甲迪安国不是猫曾经在房间，阿姨甲迪安国不是猫将在房间，伊甲迪安奈古不是猫一直在房间，伊甲迪安奈后古不是猫还在房间，伊甲迪安奈后古不是猫已经在房间了。ai gặp迪安都古不是，猫就要在房间了。好，谢谢 Alex，哦，厉害厉害。那个嘎夫迪安奈哈，你很会选那个地点哦，嘎夫迪安，然后 AY 嘎夫迪安奈，嘎夫迪安奈，嘎夫迪安奈，嘎夫迪安奈。哎，那我们换还最后一个，好。伊个大家让吉妈妈爸爸在家啊，伊个大家爸爸在工作啊，在公司啦。个大家让可以讲公司嘛吼，也可以啊。哎，那伊个大家让吉妈妈爸爸啊，爸爸曾经在公司啊，伊个大家让吉妈妈爸爸将在公司，伊个大家让那吉妈妈爸爸一直都在公司。伊个大家赖后吉妈妈爸爸还在公司。伊个大家赖多吉妈妈爸爸已经在公司了。啊，伊个大家赖多吉妈妈爸爸就要在公司。好，谢谢秀兰姐。那像刚刚好那个这个念法也是跟刚刚那个Alex 讲的那个嘎夫迪安哦。那像完成式这边哈，嘎达亚兰奈，其实像我的用法，我的念法哈，我会把它用这个爱会跟后面的会稍微紧一点点，嘎达亚兰奈后，这样我会这样子，嘎达亚兰奈后，嘎夫迪安奈后，这样奈后有没有？奈度。一个大亚兰奈后，一个大亚兰奈度，这样会比较好念。哦，那个 Alex， 你可以学一下。奈后，个大亚兰奈后，哎，就是个大亚兰奈后，对，把它粘在呼跟都那边这样子。那这个就个大亚兰奈，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就只能这样念。好了，那我们这个。这一堂课就上到这边，刚好时间就这样子哈。不过我还是希望哈，在1分钟就好了，就是多念了。那我们可以这样练习啦。这个刚刚忘记讲哈，我们就这样子，就看这个表格，你们都有 PPT 嘛？然后你说一路骂再加那一路骂就什么？曾经在加那一哈，曾经在加。一路骂将在家，这样就是用这样的练习就好。先不要有句子，先把它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哦，回去的时候，然后再来做练习句子，这样就会比较顺了。好的，hati sa ko pi rin siyo nung bita ni niya sa tayo aw. 我付点都休息了哈。好，谢谢，好的，来，谢谢，好，晚安。哎呦。